有感消防甲救护是一份定定爱甲民众接触的工作。先生翁仔某李明义、张旭涵特别准备了200领隔离衣以及500个防护面罩，要来捐予台南市消防局，保护消防救护兄弟这件事的安全。局长李明峰亲自出面接受这份大礼，并回敬感谢中。今天非常开心哦，我们议会的郑家新议员在他的促成之下，那我们台南国家的这个礼品店呢，来致赠我们这个防护衣，还有这个防护面罩。那这个对我们整个防疫工作呢，帮忙非常大。那我们非常感谢侯家，也感谢郑议员、侯理事长以及他的女婿李先生，还有他的女儿那么我想这些防护装备呢，我们都会把它好好的善用，来确保我们同仁的安全。非常让侯理事长感动到，他不仅捐给我们消防局，也还有台南市立医院，还有各处包括中西区公所，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爱心公益。那他个人也是希望说，也更多善心人士可以来替我们来做一些善事，那呼吁所有的人。那当然疫情期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很感谢第一线人员所有的人。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抗疫李明义甲张旭涵的妈妈，其实就是常常捐赠防疫物资的天大5日港商管理事长侯美惠，因为受到妈妈捐赠物资的感动，现在换因翁仔某2人接棒做善事。我们本身商圈已经有捐过好几次的防疫口罩，还有一些那个防护衣嘛。那因为小孩子，就我的女婿明义，那还有我的女儿旭涵，他们都觉得说，第一线人员真的很辛苦，所以他们把他平常的一些琐碎的一些支出省下来，然后要来捐赠给我们消防局，来当第一线人员他们的防护，让他们可以更安心，然后我们百姓呢也可以更放心。好，那很谢谢消防局这边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捐赠，谢谢。可以跟妈妈一起让做这个善事感觉怎么样？就尽一份微薄之力这样子对因为第一线人员永远是最辛苦的。局长李明峰表示，真感谢社会大众做伙关心和支持消防局的工作，为了大家收听，一定会当度过疫情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